我姥今年83了，我爸我妈说想给我姥送一个礼物。前两天趁我不在家，给我姥订了个哈雷。パパとママ何を考えてるの？你姥自己说的想学骑摩托。83歳のおばあちゃんバイク乗るなんて聞いたことないよ。大丈夫大丈夫，他可以哟。你再给我逮就不一个！你看看我现在的状态，逮不逮就不。83岁老太太骑个哈雷上早市儿，别人大老远听见叮咣的动静，不知道以为卖鞭炮的出摊儿了。仔细一看，我老骑着哈雷大炮驾到了，看可以呢。83岁老太太骑着哈雷去跳广场舞，其他老头老太太站广场上站一排，迎接83岁哈雷大公主的驾到，看可以呢。你以后出门也不用坐车了，你坐我老头盔上，我老驮着你一起看可以呢。你这个叛逆的家伙！你咋跟你爸说话呢？你爸这不也是孝顺你姥吗？親孝行なの？すごい。パパとママ80歳になる時もバイク乗ったら？それとも飛行機乗ったら？走るより飛ぶ方がもっとかっこいいね。頑張って。我姥呢？在这儿呢。我姥戴个墨镜干呀？你姥找感觉呢，他爸你看你咋